如果要數咧近呢一年咧大平層啦，喺港島嚟講賣得最好嘅一個項目咧，就相信咧一定係我哋西半山寶山道嘅寶峰。講緊咧短短一年嘅時間啦，咁啊不斷咧錄得好多大額成交。咁啊發展商咧最近咧推出一間咧6800尺嘅大平層，仲要咧係全新精裝包埋家私。今日 Hugo 咧好幸運啦，可以係首批嘅一個地產代理啦，拍攝俾大家參觀。希望大家參觀之前咧，可以俾個機會 Hugo 訂閱我個頻道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而家開始參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ugo， 今日帶大家嚟參觀一個寶山道嘅超級豪宅寶峰。一如以往啦，所有嘅超級豪宅咧一定有一個獨立嘅私人電梯大堂，俾翻個氣勢，大家可以感覺到。作為一間咧實用面積6800尺嘅巨宅，其實咧自己裝修咧都要咧好多心機咧，先諗到可以點樣間隔。如果有印象啦，大概我年幾前啦，亦都係我頻道咧最高 view 數嘅一段片咧，就係拍過寶峰嘅頂層連無邊際泳池天台特色戶。當其時咧嗰個單位就冇做過 lift lobby 啊，咁啊隨便都係擺個家私。今次咧發展商咧就真係咧揾個專人咧設計咗3個廳出嚟，俾大家感受到個氣勢啊，同埋家私應該點樣擺。我哋正常咧私人電梯大堂行出嚟咧，已經有一個咧好有氣勢嘅會客廳，擺咗4組 sofa， 而且咧呢個積好在咧就係3邊都有採光窗，我哋可以望到海景啊、城市景同埋山景。今次參觀呢隻積咧，佢就一梯一伙啦，成個6800尺嘅空間咧可以用到盡。我哋頭先喺會客廳過到嚟咧，呢邊咧隨便做一個小食區啊，有一個小嘅酒吧台。咁發展商頭先同佢傾偈咧，佢都話呢張台咧暫時擺喺度嘅啫，之後都會 upgrade。但係呢個單位咧賣點就係我身後啦，呢個環面嘅一個大露台啊，可以外望咧出邊咧好開揚嘅維港海景。今次發展商為呢個單位咧，亦都係花盡好多唔少心思嘅。你見到咧，除咗做嗰啲大型家私啊、梳化嘅擺設啦，佢連天花線呢啲位咧都做咗成個弧線，配合翻咧成個環廳啊。因為你一定咧要有啲咧天花線可以分間開咧每個唔同嘅區域，包括頭先係會客廳啦、飯廳同埋過到嚟另一邊咧呢邊偏廳嘅位置。平時咧呢個趟窗可以全部燙開晒啦，帶住啲賓客咧行出去出邊咧個露台，感受下成個維港海景，飲杯紅酒或者朝早咧喺度食個早餐都得。過到嚟飯廳呢邊啦，同樣你見到個空間感咧非常之寬闊。其實側邊咧仲有好多位咧可以擺啲藝術雕塑啊、餐邊櫃或者擺啲綠植喺度。見到咧擺一張咧12至14人嘅飯台啦。其實你話再 extend 咧，呢度擺翻2圍咧，亦都冇問題嘅。個人好欣賞咧就係呢啲落地玻璃啦，將出邊嘅海景啊同埋採光度咧攞到極致。我哋變咗飯廳呢個位咧，感覺咧都非常之寬敞同埋舒服。今次參觀嘅單位咧，現時咧定義為5間套房。我哋喺咧偏廳隔離咧，呢度分隔開2間套房。先參觀第一間啦，比較多獨立空間使用嘅。首先入到嚟咧，見到咧呢度咧有一個獨立嘅書房位置。另外見到呢對2對門咧去邊嘅咧，一個咧就係佢自己一個女主人嘅一個衣帽間啦。另外咧入到去咧，除咗套房之外咧，亦都有男主人嘅衣帽間。
睇完頭先書房啦，同埋女主人嘅衣帽間咧，我左手邊咧就係男主人衣帽間同埋佢嘅套廁。但係我哋先參觀佢寢區嘅位置。寢區咧依度咧好隨意啦，做咗一個偏廳位，可以平時兩公婆咧未瞓之前喺度睇下電視啊、電影或者飲杯嘢。嗰度嚟咧三邊落床啦，另外咧仲有個梳妝台。幾中意呢間房咧，佢同樣咧攞兩邊嘅窗位啊，變咗我哋除咗望到山景啦，亦都可以咧起身嘅時候咧望到咁靚嘅維港海景。嗰度係另一邊嘅套房啦。首先經過套廁，另外咧呢度一排嘅一個入場衣櫃啊。入到嚟咧就係寢區嘅位置啦。其實呢間咧我同發展商傾過咧，佢定義為一個小朋友房。點解咧？因為你會見到咧佢有啲巧妙㗎。呢度你見到咧而家有對門啦。其實後邊通去邊咧就係一間咧超級巨型嘅一個洗衣房或者工人套房，入邊咧足夠咧瞓4個工人。但係點解佢會咁設計咧？因為頭先片頭講咗啦，呢間6800尺實用面積嘅大平層咧，佢就係一個咧四方形咁樣喺度走嘅。咁如果有時咧，你話咧照顧小朋友咧近工人一定方便啲啦，但係咧又冇理由下下開門咁俾佢入去噶嘛。喺廚房後邊咧，亦都可以通翻過去咧呢個工人房。另外發展商好細心㗎，佢兩邊都做晒咧呢個洗衫房，主人嘅衫咧同埋呢個工人自己嘅衫咧係分開兩邊，保持咧大家嗰個衞生。喺飯廳旁邊嗰度咧，就另外3間套房。首先咧，我哋咧就會經過一個咧 family room 啊會客廳。其實呢度好隨意嘅啫，好似頭先咁講啦，佢所有嘅家私咧都係 movable。你自己中意咧做個鋼琴室啊，或者一個小朋友嘅 playroom 咧，亦都冇問題。然後咧，我哋就參觀後邊2間套房。過嚟參觀呢間細套房啦，同樣有自己嘅套廁同埋衣櫃。過到嚟呢個位咧，你見到都係三邊落床啊，空間感非常充足。而且今次個 layout 幾好㗎，佢一個4方框咧，變咗咧。如果你屋企人咧中意望海景嘅房，又有得選擇啦；望山景嘅房咧，亦都有得選擇。同埋今次嘅設計咧，都係走啲淺木色風格，相信咧就比較容易咧多啲客咧會接受到呢個設計風格嘅。過到嚟旁邊咧，亦都係一間套房嚟㗎。不過咧，而家發展商都知道㗎啦。通常買喺大平層咧，屋企嘅家庭成員咧未必真係咁多，所以咧佢就咧呢度改一個娛樂房啦。見到擺張麻雀台啊，可以做一個品酒區。其實呢個空間咧，你話做個茶室啊或者瑜伽室咧，亦都冇問題，因為佢都有自己嘅套廁。今次嘅間隔咧係一個5套房設計，除咗主人套房之外咧，我哋另外參觀呢間咧就係望到咧維港海景嘅套房，自己咧做咗個偏廳區，可以喺度飲下嘢啦。另外呢度咧做咗個三邊落床嘅 king size 大床，入邊咧仲有嘅自己嘅衣帽間啦，同埋套廁嘅位置。
作為一間大宅咧，廚房嘅爐具啊同埋配置咧，一定咧係不可或缺㗎啦。我哋喺飯廳旁邊嗰度咧，首先會見到個 pantry 啊，有紅酒櫃啊、咖啡機。平時招呼朋友咧，叫工人喺度準備啲小食先。再入到去咧，就係參觀係一個咧好似餐廳一樣咁大嘅廚房。如果有印象咧，上次我拍嗰間天池屋啦，其實個廚房已經好誇張㗎啦，自己咧做咗一個咧卡座喺度。今次咧發展商冇做卡座，但係呢個 island 咧同樣都係非常之巨無霸型嘅。咁另外咧側邊仲有啲中式嘅爐啦，咁可以做啲炒餸啊，做一啲好大鑊氣嘅餸菜。側邊咧配備咗所有啦歐洲頂級品牌嘅電器啊、爐具。轉入去咧就係佢嘅工人套房。現時咧，你全港九新界啦，揾間超過4000尺嘅大平層都比較困難。今日我哋參觀呢個6800尺咧，都可以咁講啦。我數得出咧，可能都係得3、4間咧，可以同你作為一個對手嘅參考比較。加上咧，今日參觀嘅寶豐咧，仲要係一個中環半山核心嘅地段啦。所以如果你話咧，你都係揾緊啲大平層單位，唔想住 house，唔想跑樓梯嘅話咧，呢個單位咧非常適合你嘅。如果有興趣咧參觀呢個單位啦，或者了解項目嘅詳細資料，歡迎咧可以隨時聯絡我。影片途中咧有我微信同埋 WhatsApp 嘅 QR code。最後提多句啦，有興趣咧亦都可以咧訂閱我嘅頻道啊，同埋 CLSS 我 YouTube channel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